一齊企硬支持香港電影。咁難得今晚有呢個機會希望大家在座嘅所有朋友同我一齊，我哋集氣結集呢個力量，一齊做好嘛？我哋要做一個我有個好重嘅任，要做一個好盛嘅舉大家一齊做呢個盛舉 ，OK？ 將會成為2026最潮嘅雨 ，OK？ 導演唔該。大家準備一齊做喎，真係一齊做。仲有熒光幕前面嘅朋友係一個千幾萬人，預備 ，Action！ 聽我講，一齊企硬，支持香港電影。好，我哋成功咗 ，keep 住呢份力量。多謝大家。